永六洪台扫过台东有数十万丛树啊倒去，农损估计有上亿，全台东目前也有8000多户停电。一架泰外在航空月轮机昨因为风台降落台中机场，不过机长想要飞转去桃园，让乘客伫飞轮机顶等超过3点钟。花莲长照中心看雨帮时段洗身躯的时阵，竟然开直播，护理之家已经甲停止展开调查，卫生局表示会辅导病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这杨柳洪台呢，昨下晡已经出海去啊。也毋过这大风大雨呢，嘛，互高雄市区是出现袂少意外。有水沟啊，这人空悬呢，是因为淹水，毋知影浮去倒位，害一台乌托邦全安尼直接载落去。加在这人是敢若轻伤尔尔。也那伫个前顶区呢，是有老大人为着来修理厝顶，人对3楼尾安尼扑落来，落尾要死救无回来。水崩风雨真大，救护车用上紧的速度赶到现场要救人。13下晡3点外，前林分局接到报案，讲有人对楼尾顶爬落来，警消赶到规将人送去病院急救，最后也是不幸过亡。根据了解，死者是77岁姓张的查甫人。家属讲，因为昨早公台查某囝的房间漏水，死者走去伫3楼尾船，疑似因为风受透，甚一个对楼尾顶摔落来，跌到厝边的杂货坪，就爬落来倒伫涂骹。厝边讲，死者做人真好，哪会出一款意外？啊，恁昨有听到救护车的声？有。救护车阮是出来甲看，哎呀，落地落遐大，啊，我毋知讲倒伫涂骹迄是啥。另外，伫南马溪水滨路甲海泉路口，有人空悬，因为风台雨伤大，淹水淹甲放进去。落雨时山摆，63岁姓肖的查甫人桥倒摆来到遮，规台车都安尼载落去卡伫空口，加在有倒摆冻掉咧，人才无跋落空底。肖女四肢擦挫伤无大碍，经远景实施酒测无酒精反应，于现场交通疏导，并通知相关单位将人口盖恢复原状。洪台地区的交通意外，还有凤山一件24岁姓陈的查甫人驶货车来到中仑路，疑似对向有轿车为着要闪树尾偏过来，货车为着要闪轿车往正边偏，就安尼连人带车驶落去边的水沟底。警方赶到场，货车驾驶已经家己走出来，加在人无啥要紧。驾驶手部受伤未就医，酒测值为0。初步肇事原因研判，陈男未注意车前状况，详细肇事原因仍需待交大判定。这摆风台天风强雨大意外济，尤其昨暗高雄扫着风台尾，规个市区一直上大雨，加在10时早起就转好天，无阁传出意外。记者柯亚如柯朝阳高雄仓报道。另外，咱来看伫个南投县仁爱乡的这关山的农作物嘛是同款，因为风台受到损伤，亲像高丽菜也是防水壁盒等等，在地农民是希望讲会当甲政府来争取到全品项农作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永柳风台虽然伫南投县无带来真侪雨量，不过起大风造成仁爱乡的高丽菜、苇仔菜、桥仔瓜、面豆等等，以及清境地区的防水有利拢受损严重，温室的设施嘛受到风台的损伤，对仁爱乡造成真大影响。香水百合每2把，夏季都有1把来自于仁爱乡，那这一次可能会有受到部分的影响。好，那蔬菜方面，高丽菜啦，或是闽豆啦、节瓜。受损率可能会达到3成左右到4成。南投仁爱高山地区因为是食方面受灾较严重，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农民若有受损，会当直接摕相关证件到乡公所申请灾损补助。蔬菜的部分啦吼，会使请咱的民众吼，冒受到灾害较紧吼，摕到咱相关的证件来甲咱的公所来申请。因为农业设施的损害嘛，关系到后续复原的进度。这个南投仁爱的清境地区，有利温室的架仔、塑胶布拢受损。南投县府农业处强调，嘛会请农业部赶紧甲这个部分纳入补助。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好，这粒永柳风台呢，昨下晡是对台南7股来出海，沿海有出现14级的强阵风，有真侪住户呢所砍的这布棚都风扇歹去。当地灾民是怨叹讲，这市政府咧叫的工程到今拢无消无息。另外，伫个台南溪北地区，昨暗是有29000多户失电，目前已经恢复9成。今日台南7股受灾户徛家，本食单看好的布棚，规个拢总渗落地。客厅房间一直欠天，雨水灌入来，电器害了了。13用6风台对7股出海，地区沿海出现14级强阵风，侪户的布棚拢总歹去。在地侪灾民反映，甲市府登记大地厝已经等1礼拜外，工程拢无消无息，因望政府卡步通较紧嘞。
来就10几天啊，鸟较紧吼，含报价阁无，阮规个物件拢去等伫去等伊，到底是安那嘛毋知，是有免买好还是无免买好？你嘛是看无就对啦。看无啦，毋知去看，毋知做啥，我真正看无。政我嘛毋知影要等政府等啥，嘛等古话话啊，嘛毋知咧等啥。因为第一厝顶若无砍开，厝内你就无在条整理啊。水利局回应，因分8科室去领用7个18日，逐工拢有去做风时评估，参时间顶工课，有积极协助灾民，配合恢复家园。那另外一边，昨暝溪北地区停电将近29000外户，那半暝有工人咧赶工，透早台电嘛加派工班去各地抢修，目前台南有9成电拢来啊。是总共有260户，那经过这个水利局这个努力的媒合之下，已经有208户同意。那其中呢，已经有18户已经有签约，那2户已经完工了。这是昨天台风把高压线用断，我们是来复原。大约我们的人次是20个，包括学员。我们已经复原完以后，准备送电。风台过后，这阵好天出大日头，灾民赶紧咧摒扫厝内，嘛紧甲布棚砍倒来。平常时无风无雨，通也叫一定保护。灾民若希望通赶紧恢复正常生活，嘛建议市府会当做审查小组来看实际状况，增加补助金额。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届杨柳风台虽然讲对家己县市呢是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也毋过呢，也是因为这风扇倒树啊去带着线路，转造成上万户失电的状况。一直到头拄要挖豆的时阵，这家己布地也有1300多户是无电通用的。台电人员赶咧修理因为风台受损的线路，中度风台杨柳虽然对家己地区无造成严重的灾情，不过也是发生停电的状况。台电家己区处表示，13下晡风台对家己的影响无遐尼大了后，维修人员就连夜来抢修线路。顶届迄风台吼较久啦，停5、6天吧。即届就较袂啦，会知影。昨下晡停电停到10点半。昨天我们就是整夜都有人在那个同事就有在修理了，是先把那个村庄他们那个民生用电先送电。台电家己区处统计，这届风台伫家己地区计共造成10617户停电，主要停电的所在拢伫布地、埔子、义地遮沿海乡镇，佮有阿里山地区。停电的原因除了有树仔地着有啊，真侪嘛是因为电线去互风吹甲断去。像昨天那个从下午开始，它台风登陆的话，它就看线就是这样一直摇摆，那就会导致我们那个短路线路短路。台电家己区处表示，为了这届风台，拢有加派人员甲设备要来进行修理的工作。但是即天接近中昼的时间，家己县阁有1300户左右也未复电。家己区处表示会继续加派人员协助电力的恢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杨柳风台呢，环扫过台湾伫台东一寡校园嘛，传出灾情。亲像卑南国小呢，是因为路树倒去缀着学校的灶骹。另外，这仁爱国小正出名的单树菊图书馆，这厝顶梁啊嘛互掀下去。出动当期区一点将4棵花树枝锯断，几丛大树倒伫林行道，甚至将学校厨房的厝顶拢地害，也有边仔囡仔踢球的脚球门也变形。杨柳风台侵蚀，真强的风势，台东县真侪校园损失惨重。台东市区卑南国小路树已经连续经过3年风台，想要到未动力。杨柳真强的风势，透早就出动高职员，甲校内地份的囡仔来到山脚清理。大概会紧急过来，是顾及学生的安全，然后学生跟一些老师齐力的把校园这样子迅速的恢复原状。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做属于园艺造景景观的部分，所以这些重机具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就也都有。对，那所以我就是赶快第一时间的话，赶快尽快来处理。另外一边，规排的册架啊，甲云端的摆设，这是台东县仁爱国小有名的单树菊图书馆。风台侵蚀连厝顶更有也互掀开丢面行人。我后方的这边环保屋还有车棚，那早上来掀开，下午的时候又吹回来，但是已经把这个围墙给破坏，而且影响到我们隔壁幼儿园的出入。毕竟要开学，如果学生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之后，然后如果不慎割伤或怎么样，就会造成又更多的。很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跟问题出来。就连校门口的车牌也规个铁片厝拢互掀开，影响边仔幼儿园的处置，还有校园内受方面的铁轨门吹毛落去，估计损失单一个所在就数十万。
来跟我们教育处申请灾损。那只要是有关于教学设施设备的，我们都会一律协助到位，让他们都能够在开学前能够顺利的都能够来上课。目前离开校只剩2礼拜时间，各界动员希望ให้囡仔安心上課嘅環境。公司新聞採訪報道。好，即马氣象署已經解除洋流風颱嘅警報，也毋過呢嘛，着愛提醒民眾，今仔日東部甲新竹以南佇個過道呢，還是會有雷公雨，而且這雨勢會落甲真粗。另外，目前佇菲律賓南海附近呢，也閣有這雲系向北嘅前線，所以禮拜到後禮拜一段期間，全台灣天氣還是無啥穩定。風颱洋流來真緊嘛，走真緊。拜四透早，氣象署嘛已經解除陸上警報和海上警報。氣象署表示，風颱雖然離開，不過拜四東北部、新竹以南地區佇咧過道了後，也是會落雨，而且雨勢會真大。拜五、拜六，東北部、苗栗以南嘛要注意過道了後的雷公雨。東半部地區還是因為風向的關係，偶爾還是會有些降雨出現，雨量上面斷斷續續的，可能累積還是稍微的比較多一點。那至於在西半部，早上其實都是比較偏晴朗，但是到下午的時候，特別是在苗栗以南的區域呢，比較容易會下雨。那山區的午後雨也是比較劇烈一點點。氣象署表示，刷來禮拜到後禮拜一這段時間，菲律賓南海附近有雲系向北平線，所以全台灣攏會進入無穩定、各地落雨的天氣形態。隨着南海附近到菲律賓這邊的這個低壓區，那甚至一路延伸到琉球南方海面呢，這種低壓帶比較有可能會有一些雲系發展出來。那所以隨着風向的帶動呢，台灣附近的降雨可能是比較多一點。風颱離開了後，各地開始恢復高溫小熱的天氣。氣象署指出，西半部佇咧33度至35度，華東地區佇咧30度至31度，也那外島地區的澎湖、金門、馬祖是29度至32度。氣象署提醒民眾出門加啉水，避免着沙。記者鄭選林旭凱台北報道。也因為這個風颱的關係呢，昨桃園機場受過來的航班來取消，其中有一隻泰國籍航空的飛行機落尾是改降落佇個台中機場。也毋過這個機長呢，煞唔乘客落去，伊講要閣飛轉去桃園，就安尼規台飛行機的人佇個飛行機頂等超過3點鐘，互乘客是真受氣。有人想要飛回桃園嗎？沒有，沒有，對不對？他們說是機長決定不讓我們下的。霹靂567的機長不讓我們下去。飛機內面的旅客等下擋袂掉，因為飛機就已經降落台灣，所袂當落飛機。有真濟人等下頭光吐，身體無爽快，無通食也無水。在桃園機場降落3次不成功，被迫降落在台中的機場。但是泰越捷航空公司他們不願意讓我們下飛機，我們在飛機上已經受困了3個多小時以上，我們的孩子非常的不舒服。這台泰國籍航空威利567航班13號自日本關西機場飛桃園機場，本來下晝2點45要降落，不過因為風颱亂流，試3遍攏失敗，尾下才降落伫台中機場。本來就是講已經結束啊，無想到講機長說講要閣飛轉去桃園機場，也不准旅客落飛機，大家佇飛機內底等3點外鐘。飛機搖搖海海，真濟旅客驚甲一直發聲，因為洋流風颱影響班機一個降落的時陣真搖海，所以旅客攏無願意閣飛轉去桃園。但是機場的人員甲旅客對話講袂對同，雙方無共識，旅客批評敢若是一個殺責任。對啊，機長一定是做好最好安全的準備，才會多少在空中的，現在多危險！我們在地面的還要跟人家去搶位置，我們在那邊吵的過程，我們都已經可以回台北了，好不好？所以是航空公司決定的嗎？到底是航空公司還是移民署的決定？到底是哪裡的決定？移民署也是有，因為有轉機，他也不可以接受入境。我覺得你們好像互踢皮球，哎，不接受。重要嗎？因為有轉機，人命比較重要吧。尾泰國籍航空公司回應，已經和旅客落飛機，安排交通工具，將所有旅客攏送轉去桃園機場，和添加擋袂掉的旅客，總算會讓轉去厝。公司新聞綜合報道。好，即馬風颱已經離開，今仔日一透早呢，佇金門機場就有200人來等候補，而且呢，這個小三通的部分，這金門下門其實對中晝12點半開始就會當恢復營運啊。說人山人海啊，我昨天晚上凌晨4點就來排了。今天呢？希望可以回去啊，那麼多人。補得上啊，有時候補了40-50個了。看
因为现在关起来的，这个还危险点。你第一班弄不到1点半嘛，应该补得到。今仔日一透早，这机场就有上百个旅客咧等候补。今仔日中昼过呢，金门机场是陆续有航班会当起飞。根据立营航空的资讯，即马是为着要消透人阵，所以有加开这个加班机，下暗有2班会飞转来台北。另外呢，伫咧金门下门这航线嘛，伫咧中昼12点半会当恢复营运。另外来关心的是，即马针对美国对顶关税，这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是邀请到相关部会来报告。经贸办是表示讲，这台美目前还阁咧谈判，国内产业应用的部分呢，会阁加200亿。另外，咱外交部是强调讲，会来强化台美之间伫咧高科技甲制造业的合作，也甲美方表明讲，这台湾是 AI 领域正重要的优盘。美国对顶关税7开始，行政与经贸谈判办公室证实，税率是调加目前10%的暂时性税率，引起在野党不满。那为切卡心各样抨击，促加树顶脚踏车产业会的华夏政府重视对咱的企业的冲击。最常穿的针织衫的产业，它原本的关税就高达32%，加了20%以后是52%啊。实际上，我们都有注意到，我们讲平均值是在指的是我们有82% 以上，现在输美已经都是零关税，在工业产品上面。你要说纺织业没有在被出口吗？你要说橡胶没有被出口吗？你要告诉我自行车没有对美出口吗？请问我们原本要振兴产业的900多亿，有没有要往上调？行政院会通过，会增加200亿的这样子的规模。但回心证实，因应关税冲击，国内产业进行方案的扩大规模，也强调台美目前依然在谈判。但除了主张将对顶关税甲232条款合并讨论，争取更较合理的税率，更要求卖调加。像韩国的企业界啊，它的关键人脉成了这个的谈判很重要的这个助力哦。国内的这个企业有没有参与？不论是这些 Google、Apple。都是台湾这些我们主要的产业代工的密切合作的美国企业，所以呢，就台湾政府来说，我们一定会透过各种的企业的人脉或者各种的管道来协助。台湾是现在几乎是唯一被降的这个所谓暂时关税，但是还保持谈判，就等着川普总统最后综合考虑。那也代表我们谈判的团队努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时间。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外交部也表示，会伫台美经贸互补互利的基础，继续向美国反映。台湾是美国广告 AI 领域领先地位真重要优盘。经贸办也指出，若达成协议，会马上向社会完整说明，相关政协基本本送国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波美国的对顶关税呢，嘛来冲击到全球药品的供应链。咱卫福部有提出4项应对的方案，也毋过贸立法委员是提示讲，这卫福部呢应该就爱来重视健保抬价，也有欠药的问题。另外，咱本土这药品的量能嘛是关注的焦点。美国对顶关税唔但冲击各大产业，也牵动全球药品供应的版图。台湾也受影响。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政府除了积极向美国争取有利的条件，也会启动药品强化供应路径，提升药品度比，确保药价合理，甲鼓励在地制药等4大策略，专门稳定供应。拥有许可证的国外许可证的一些厂商，能够备妥他们的药比如说在制剂方面，我们希望要备存3个月，原料要有6个月有立委点出台湾药品供应存在真侪脆弱点，包括健保普及甲欠药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达到第8季药品特别卡欠回。也毋过健保署长赵宗良强调，只要提出合理成本，继续是会当调整的。过去1年都提关200项。我知道您也允许他们来申请调涨，如果是因为这些尤其是关税这些影响，那你知道要多少时间吗？在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药品里面呢，我们都有预警制度，说如果你要可能会有缺药的情形，你6个月之前就应该要来通报。有立委提醒，面对国际情势变化，台湾需要重视药品供应遵循的问题，加强国产量能。逼着台湾是不是要去认清我们自己药品的供应韧性，能不能不要依赖进口的事实，而是要加强我们在地生产的量能。
本土制药量能甲关键药品度比制度，拢是外界关注焦点。安怎兑现稳定供药承诺，会是卫福部爱面对的挑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消息，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美国总统 Trump 和欧洲的领袖已经视讯会议结束啊。这 Trump 是表示讲2天后呢，就会参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咧阿拉斯加来会谈，目标就是来争取停战。伊嘛同意这领土的议题呢，就爱乌克兰参加了后才来做决定。那准这个罗西亚唔停战，安尼嘛有真严重的后果。Any consequences if Vladimir Putin does not agree to stop the war after your meeting on Friday? Yes, they will. Yeah. What will the consequences there will be Sanctions, tariffs? There will be. I don't have to say. There will be very severe consequences. Yes. 美国总统川普13甲欧洲的领导人视讯会议了后讲，这是一场正好的通话。会后，欧洲的领导人因态度正乐观。川普甲欧洲的领导人讲，伊伫咧阿拉斯加的目标是争取莫斯科甲基辅之间停火。C'est que les questions territoriales qui relèvent de l'Ukraine ne peuvent être négociées, ne seront négociées que par le président ukrainien. Es gibt Hoffnung auf einen Frieden in der Ukraine. 因为15摆过，美国2大国家领导人伫阿拉斯加的峰会准备的时间正赶，欧洲各国并无直接参加。一般认为，这边视讯通话是美罗峰会进前，欧洲领导人想要甲乌克兰利益甲欧洲安全议题放伫咧议程的优先事项，上要一遍机会。If the first one goes okay,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one. I would like to do it almost immediately. And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Zelensky and myself if they'd like to have me there.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выпрашиваемые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чтожное действие. 自从顶礼拜宣布将会举行美罗峰会了后，川普搁特别讲到，基辅甲莫斯科之间交换土地的想法，和乌克兰甲其他地区担心，川普可能准备要接受普京长期以来主张要摕到大片的乌克兰领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前几日啦，伫咧南海海峡呢是发生中国船去掠菲律宾巡逻艇，结果呢煞去弄到家己人的事件。即马美军呢昨是派2只军舰去事发现场，讲是照这国际法有航行的自由。也毋过中国煞表示讲，这美方呢已经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所以甲警告，而且甲赶互走。这只菲律宾海巡小型飞行机有载路透社的记者，伫红岩岛的空隙受到警告。一只中国的战斗机直直挖来，上近差不多61公尺，而且伫咧飞行机的后壁顶悬，甲北岛边咧飞，持续差不多20分钟。这是红岩岛有争议的海峡，菲律宾甲中国持续紧张上升的情形。双方为着这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常在伫咧海面对徛。菲律宾13巡逻飞行的时阵，发现至少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甲几啊只去菲律宾辨识做是海顶民兵的船仔，伫咧红岩岛的附近咧航行。配合辅助中国海警甲军舰的行动，迄天美国海军驱逐舰希金斯号甲金华作战舰辛辛那提号真紧进驻，驶去离红岩岛差不多55公里的所在，去互中国海军的军舰紧张甲监视，并无发生冲突。Caravan, together with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media, was able to monitor the presence of 2 U.S. Navy ships, DDG-76 Higgins, LCS-20 Cincinnati. At a distance of 102 nautical miles from Zambales. 美国海军表示，以国际法这片航行自由，嘛是这年来航行甲非法自由行动的惯例。这个举动互中国是丢卡断地。中国军机军舰捌伫相关的海峡甲空域，几啊届甲美国军舰军机近距离接触。11菲律宾海华防卫队苏洛安号伫红岩岛附近护送援助的物资，要互当地渔民的船仔。一只中国海军护卫舰甲一只海警船，伫离红岩岛差不多19公里的所在，想要主动甲驱离的时阵，无细日去弄到。代志发生的过程拢轰录起来，引起西方甲亚洲真侪国家的关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尼森12谴责中国，这个举动实在伤过匆忙。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欧洲有真侪国家即几日因为这天气真烧热，所以发生火烧山的灾情。而且呢，即马搁对南欧探起到中部甲东部，是造成240万亩，等于是24000公顷的土地去互烧害去。专家是来表示讲，个气候变迁、温度异常，毋才会造成大规模的火烧山，呼吁大家未来都要有愈周至的防灾准备。新民庙会火势惊人，消防人员努力拍火，暗过看起来却无效果。西班牙动员上千个消防人员应对真济所在火势。西北部的卡斯提亚内行主题区、南部观光胜地塔利法拢传出灾情，2000人被紧急撤离。葡萄牙也伫全国各地出动差不多3000个消防人员拍火，中部特兰克斯大火已经烧超过7500英亩的土地，当地居民也斗相共拍火。Foi, olha, estou dentro da CGB que demorou sentei. Demorou sentei bocado, comia bocado qualquer coisa, do resto manhã depois cafezinho e mais nada. Andei assim. 过南校甲中校拢咧为遐火走丛，也无发讲阿尔巴尼亚甲希腊，今年甲即马烧的面积比平均大2倍。2015年会正做欧洲史上野火炭烧上严重的一年。It's a relatively small city in southern Albania, but with a very important both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we had to basically enforce some evacuations in some parts of the city. 过去80年，全球极端海平均温天数增加超过3倍，全球暖化和海洋结冻，地中海因为河流地包围无法度散热，成做气候变迁热点的地区。专家分析，气候变迁唔是引起火灾，敢若是互环境变较更较会导火，而且唔难发生在地中海地区。It's not a question if there will be a fire. The only question is when and how. So, and what I find remarkable is we know this, and yet. In most cases, we just sit and wait for disaster to happen. 专家指出，欧洲是全球气候暖化上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迁引起的高温甲酷化，加做欧洲野火严重的关键因素。积极主动的监管管理对于降低野火强度真重要，包含森林管理、再生农业甲农田业系统。公司新闻陈有简评语。今仔日8月14，也就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民间团体是指出讲，伫咧网络调查呢，其实有超过70%的民众拢是对课本来了解到慰安妇这个议题，希望政府会使修订课本来呈现较完整的历史真相。另外，伊嘛希望讲会当来成立这妇女的人权博物馆，互民众伫咧和平的时阵会当培养到正确的性别观念。疫情结束到今已经80年，慰安妇议题也有真侪需要讨论。8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有民间团体去做网络调查，发现有超过70%的民众拢是透过课本来了解慰安妇的代志，但是课本的内容却真无完整。民团除了呼吁政府爱修订课本，让学生对慰安妇的历史有正确的了解，嘛建议甲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奴隶。108课纲应该要加入慰安妇，也就是军事性奴隶的主题，而非只是在说明栏里面。每一位学生都有权利知道历史真相，并且获得正确的女性人权教育。民间团体嘛表示，现代伫咧国际上发生的战争，女性受到性暴力的状况嘛真侪，所以妇女团体嘛建议台湾政府要成立妇女人权博物馆，若是要呈现历史，嘛要让民众伫和平的时阵培养正确的性别观念。我想要呼吁的，也就是国家性别人权、妇女的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成立，让大家能够去看、去了解所有的文物全部呈现在那里，让你能够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看到那些的女性、小孩的受害。民间团体指出，历史的伤痕袂因为时间消失，政府要针对慰安妇这个议题，提供完整的历史和性别观念的教育，每一代的台湾人拢知影这个议题，和历史的悲剧莫阁重演。记者桂宗林、曾出佑台北报道。同款是环境议题，咱要来关心的是，这宜兰县政府公共工程呢是来办理生态的检核，也毋过所发现讲部分工程呢生态保育的措施无做好势，或者动物的通行是受到阻碍。也那县政府是表示讲会检视所有公共工程来加强落实。宜兰东山乡林河园排水闸门已经完工，希望改善当地因为大水雨引起的饮水问题。不过，互审计师发现，这项工程变更设计了后，两边新增加的红毛土风水墙无设计动物行的路，地势三级保育类草花蛇这动物掉伫排水沟内，生态检核措施无落实。未来也会针对这个案子，
然后整个到全部的案子都会整体的做一个检视。那我们希望能够落实整个生态检核的一个机制。县政府后续伫风水壁卡设简单的扫阿网，希望降低红毛兔工程，互野生动物带来阻碍。类似这种有做生态检测，煞也是带来环境破坏的公共工程案例，佫未少。宜兰大湖溪永过1号桥办理整治工程，总共有做生态检测，煞也是发生破坏溪流区域的争议。宜山乡50溪福建工程依法免用生态检测，准讲县政府有做，也是互环团批评破坏生态，列做失望工程。县政府是讲会检视所有公共工程，加强保育措施的落实。对，那这个是一种方式，就是机关内部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分析的做法。依法公共工程像中央补助经费的比例比50%较少，也是有抢灾抢险需求，都无需要做生态检测。这种工程嘛，常常发生生态破坏问题。官团是建议这部分除了爱细部来讨论修法，公部门嘛会当家己建立生态资料库，针对各种工程去分级，照分类来确定生态检测的强度做到到位。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杨柳风台扫过台东县政府统计呢，这是有数十万丛树啊，拢倒去。也那农损的部分，包括着石刻、荆棘，也个柏等等，初步估计呢，这损失是上亿啊。也那目前在台东县呢，也个有8000多户是无电通用的。风台过了后，台东市有真侪街路路树倒去，早起好天，县府甲市公所参国军拢派出大批人力，伫每一个重要路口的街路清理。也毋过，即摆估计全县有数十万树倒去，复原爱时间。也毋过，市公所有计明仔载会先互市区的街路恢复通行。我们将主要道路跟有横躺马路的这一些树枝树木我先把它让道路先给它畅通即摆风台伫台东县考起15支的强阵风，天马里顶落地，大白色甲果，细粒甲龟土骹，这一支果根本无法度卖，农民心灰白费。也有农民种的金蕉也进入采收期，风台扫过，全部凹长未付秋收。更较惨的是，原本中秋节全国只剩淡薄的笨蛋，全部互风台吹落，农民被哭无目屎。此事啊，这个真的是欲哭无泪了。还没弄防台。我讲嘛未慢进啊，嘛无在了位。像现在这样的话，几乎是都没有被收成的。不仅是即将成熟的是落果我们在开花的部分也是全部都打掉了。杨柳风台即摆伫台东考起15级的强阵风，造成全县有3万多户停电。13下昼，台电紧急抢修，目前也有8000多户停电，多数集中伫山区道路受阻碍地区。也毋过，台电已经调派各地支援的抢修队甲空袭机到台东，全力拼今暗11点恢复供电。几乎都是位在山区，那有的都树木倒断，没办法通行。县府目前也在评估各种灾害损失，估计农损就超过9亿。县府希望中央也伫立法院审查的丹那市风台甲7里8大水河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搁特别即摆的洪灾协助台东县重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屏东恒春半岛呢，嘛是同款，因为即个风台落大水雨，所以地区满洲、恒春甲茶城呢，过来所在拢是有积水的灾情。根据这气象署的资料，恒春地区呢，短短1点钟内累积的雨量都有98.5毫米，这个数字是全台湾上界多的。今仔日早起，这镇公所甲各局也随出面来做清理的工作。黄色的土石甲大路规个砍掉咧，完全拢看袂到路面。满洲的港口溪水嘛直要填出来。13下晡，杨柳风台带来大水雨，造成恒春半岛甲满洲地区过来所在出现积水的状况。主要是杨柳风台的风台尾，互恒春半岛带来短时间大量的降雨。恒春镇4区位啊，短短1点钟，累积雨量就达到98.5毫米。地区恒春满洲车城道路积水，毋过要暗仔时雨势变细了后，积水半点钟就真紧拢提去啊。3点开始忽然间一个强降雨差不多30分钟，安尼就规个恒春镇几乎所有主要巷道、主要街道都造成积水，深度呢大概是就是膝盖以下了。部分家有淹到，有出来靠出来高压的个
若有海水倒灌，若是安怎，就拢塌掉咧。13下晡的短时间雨量有超过排水系统的水量，不过因去年有启动水沟的规划甲检讨，甲2年中限期的保护标准提升到3年，向国土署争取更较侪的经费，要赶紧甲乡村的水沟系统进行改善。100毫米的雨，那其实都超过原来我们整个排水系统的设置容量。那所以在宣泄下游宣泄不及的状况之下，那市区才会产生短暂的积淹水。下水道系统整个完整的布设之后，那就可以加速市区的退水与排水。早起天气较稳定啊，乡村电工所就派清洁人员甲国军的斗3工，甲路面的黄土摒扫清气，互居民会当出入。屏东县府表示，为着避免积水的状况影响到当地民众的安全，有需要的乡镇拢会使申请水门的建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好，即届这杨柳风台过境台湾，伫个云林虽然讲无落大雨，也毋过呢部分地区是有透小风。正伫个户外这菜生呢是有大冷气的状况，即马农民是希望政府会当帮助因渡过难关。早清好无几天限时，叶啊有淡薄仔变黄，或甚至连气死去。因为杨柳风台侵袭的影响，虽然云林即届无落大水雨，不过台湾中部地区雪透火烧风，部分菜西山区受影响。你中昼就吹小风啊，或者就是有哦叶黄啊，你就是拍小风拍落啊，影响就足大个啊。尤其是若叶菜类个啊，叶啊拍伊就是黄啊，黄就烂，有可能啊。就减少损失啊！有农民透早就紧来菜园压水，避免叶啊去互大风吹冷气，灾情扩大。若即搭角豆园，云林农民是讲，杨柳风台带来一阵一阵的强风，甲火吹落去，影响结果率。有一粒，这粒就是会长秋葵。如果花体少掉了，这自然掉的，它就会内底就一粒秋葵，提早掉了，一粒就花去啊。农民讲，伊做3分地的角豆，因为当若是风台也有728大水害灾损，都敢若剩1分地会当收成，即届损失还阁估计。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是咱惠安的意外，这是桃园国际机场昨暗有飞机降落的时阵呢，去找到图面，而且呢，在国际机场这边已经表示讲，因是照规定赶紧来回报，目前已经由运安会人员派人去调查。飞机伫跑道降落，煞找到涂骹出现火星，惊险降落，或者再是安全。这件事故就伫个13暗时8点12分发生的。一台 UPS 飞机5X61航班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好亲像机身边向风正头，发动机煞去找到涂骹，引起众人议论。严重的来讲的话，会停飞，因为毕竟来讲，这个部分是规则与飞行员的技术，因为你不能把它规则于什么天气不好啊怎样情形。飞机正边发动机明显受损，针对找到跑道事件，头家公司发声明表示，运安会已经指派调查官到机场进行相关的调查。机场公司完成程度外物喙油啊，也甲道面会收报了后，伫暗时11点38分，重新个开放北跑道，搁再会当双跑道运作。事故发生之后呢，运安会就立刻派遣3名的先遣人员到事故现场去搜集资料，包括人员的访谈，那包括这个记录器的一个取得。运安会表示，已经甲航机点管相关记录器带回，透早嘛已经开会决定，由运安会立案调查。若是时程表，就要搁看后续案件伊的进度来推算。记者采访报道。刑事局有查到一件标花仔的诈骗案，这主嫌呢是甲民众讲，你只要对8档的花，安尼就会当保本保利息，而且只要落56万入去，安尼8档的时间一个到，你就会当领到200万至900万。有富人人真正去互拐去，落尾是警方出面，才总算甲伊的退休金保护掉。咱家会动多方面可以吗？你这样来跟你老人家来到一起讲。被骗的富人拄要甲人变交现金，拄着警方惊做工地保全，当场查扣诈骗集团的车手，才知家己受骗，好加在保住家己100多万的退休金。配合周边道路正在施工遂乔装工地保全头戴工程帽，在现场埋伏，是被害人将款项交付给车手之际，当场冲出歹人现场查扣手机、现金新台币160万元等。
荷兰人家属向警方报案，讲诈骗集团用假投资、有高报酬来骗人。虽然警方一直考劝荷兰人有缘半信半疑，拒绝协助。共款用假投资诈骗的案件，唔单止一件，调查局甲刑事局等单位合作，侦破一个假合会非法骗钱。诈骗成员用新百年合会，讲保本保息，若投资56万，投资8年期满，营领200万到900万的标花利息，每年投保率上悬将近190%。成员各地全台设42间分所，办投资说明会，根据参加人为该发奖金甲介绍金，骗因各招人入来。现场查扣迈拉伦、宾利等名车，并向法院申请刑事裁定，扣押案关金融账户及不动产，查扣不法所得近30亿元。假合会真骗钱，受害民众将近3000人，查扣不法所得将近30亿。治安专家提醒，若听到这话术，都要注意是不是诈骗。如果你在进入一个这个投资，那这个投资的机构会要求你或暗示你要做这个拉下线的动作，这基本上都是诈骗。专家呼吁，最近诈骗集团会透过大官方合法网站或者是网络平台，设投资广告骗被害者。投资进前爱细致检查前，才避免被骗。记者综合报道。这性骚扰的问题对被害者来讲，其实是心甲心的创伤。来关心的是，这台中呢有一间公立高中的这个学生，昨下课的时阵坐公车，结果伫车顶，互一个男性甲伊揽条条，其他同学看到是赶紧甲录影报案。警方落尾是查到这个涉案的男性，原来是有性骚扰的前科。客运公司是呼吁这民众呢，若准有拄到性骚扰，会当直接来通报司机，确保家己安全。伫政客公车顶用双手环条的姿势，拄啊甲女学生缠起来。台中市丰原区某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13下晡下课坐786公车，好亲像去互一个查甫人性骚扰。同齐坐车的学生囡仔联络警方报案，警方到尾伫丰原转运站拿查这个查甫人。其他学生讲有听到这个查甫人的代志，坐公车拢会特别提高警觉。学校表示会持续关心查某学生的身心状况，并提供协助。这是嘛，甲全校学生宣导提升自我防护意识。我就看到，就是有说有人从后面环抱这样子，我会大叫吧，就是让车上人知道。目前我们就是持续关注这个学生的状况，然后提供他必要的关怀协助，还有辅导的协助。议员讲，这个47岁的姓严查甫人定定甲人性骚扰，警方嘛查出伊原来有性骚扰前科，13个涉嫌对女学生有不当行为，被告人当场提出申诉甲告诉，后续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依规定通报性骚扰案件申诉及儿少保护通报，全案警询后，依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我们驾驶是完全不知情，学生呢他们有自己报警，所以他开到丰原转运站的时候，警察已经在那里等。客运业者讲，这个女学生当时无通知司机，是通报警方到落车地点拿查。公车顶若是拄到性骚扰事件，标准作业流程会甲车开到警察局，也是甲警方约定附近的地点逮捕。呼吁民众当时就会当通报司机来处理，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采访报道。伫遮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个人这身体的温书权。伫个花莲呢，有一间长照中心，互人检举，讲是一个外籍看护咧帮一个四大人洗身躯的时阵，竟然开直播，而且呢，这影像是伫网络顶原来流传，这已经严重侵犯到隐私权，也个涉嫌违法。所以即摆呢，这个机构已经甲这个外籍的看护甲停职，也那卫生局也介入调查。坐伫轮椅顶悬行动不便的这个老阿伯，当要洗粪丝，不过这个为菲律宾来的外籍照护员却开直播，甲过程公开，此当时就引起真侪网友的不满。有国内的照护员讲，外籍的照护员开直播已经是真正常的代志。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怎样，因为以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因为他是外籍的，他也不是台湾的年轻人。我们认识的很多外籍的都很喜欢玩啊。长照机构接到消息了后，随甲这个外籍照护员停职。嘛开始调查，伊到底翕偌济这款直播的影片。这个涉案的照护员讲，伊是咧做生活的记录，直播并无任何的收入。该名照服员声称，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知道，可能会涉及相关的法令。那我们也主动的联系，就是昨天接受这位照服员照顾的相关著名的家属，
主动去说明这个事件，然后并且也向这些家属致歉。卫生局表示，用影片散布照护行为，无论是护理之家或者是长照中心，拢有可能违法。不过因为目前看到的影片，无法度辨识这个防翕的伊的身份，敢有犯着告自法，也会厘清，会先依法甲这个机构裁罚。因为它是属于护理之家，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所谓的护理人员法那去对这家机构做适当的裁处。那目前的依照法则的话，大概是处6000到3万元。根据调查，这个外籍照护员伫护理之家上班差不多年外，主要负责桌面的身体清洁、生活甲食饭等照的服务。目前这间机构拢总有56个照护员，外籍的占23个。目前嘛，伫咧厘清其他的照护员感受相关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这食薰唔但对身体无好，而且呢，这身躯边的人若准受到这二手薰，健康嘛会受到威胁。所以政府对民国112年开始，就来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另外，为着要知影这个场所到底敢有特地来实行这禁止食薰，国健署是有委托消基会来做调查，落尾显示讲，这无论室内也是室外，合格比率有94%。为着要保护囡仔甲无食薰的人，政府对民国112年3月份开始扩大禁止食薰的场所，包括幼稚园、学校等等。国健署委托消基会去做调查，透过调查了解民众对袂当食薰的场所知影偌济。伫遮的场所实行禁止食薰的效果，总合格率是94%。病院外口甲学校也是真侪偷食薰的状况。因为以为说医院里面不能吸烟，所以就到医院的外面就去吸烟了。但是那个医院所在的场域不管是室内或室外，都是我们禁烟的场所。这请麻烦帮我们宣传一下哈。那另外校园刚刚讲比较常见的是有烟蒂，所以一定是有人在楼梯间抽烟。消基会讲，整体的调查禁止食薰的环境已经改善真侪，因希望互无薰的环境会当愈来愈普遍。国健署表示，为着卖互民众伫公共场所使用二手薰，为好部队今年开始甲相关的政府单位、社区合作，互禁止食薰的标示会当更较清楚，透过图文、社区平台等等来推广。我们希望呼吁能够有一个干净、健康的这个无烟空间，让大家的呼吸都可以不用那么辛苦、那么费力。所以我想，这个禁烟的宣导是一直都要做的。那尤其是我们也发现了去年这个调查的结果，确实因为民众可能还不太了解禁烟范围的扩大，所以有一些就是还是会违法的这个情形。根据 WHO 统计指出，二手薰造成全世界超过120万人死亡。国健署呼吁民众禁止食薰的场所，唔但只有室内，室外嘛同款。希望民众做伙来创造无薰的环境。记者陈心龙、谢桂玲台北报道。台语文康榜，咱要来关心的是，即马为着要响应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所以这关怀文教基金会呢是来邀请到台湾台语路协会的郭德斌老师，分享安怎互囡仔人轻松来学台语，嘛用佚佗的方式，互民众熟悉这台语发展的过程，来建立对母语的认同感。最近，台语歌手李独新的法式台语歌趣味发音引起侪侪讨论。这节课嘛用台语和法语来教课，互囡仔人对青春袂晓讲的语言有兴趣。透过耍游戏的过程，开喙讲台语，发现语言趣味的所在。法语的故事听无，不过我会当对内底的图，也是老师的动作甲表情来去诱讲老师到底在讲啥。为着响应文化部推动的台语家庭计划，培养下一代的母语意识，关怀文教基金会邀请台语路协会老师来上台语意识培育。老师表示，袂少人感觉台文甲拼音真歹学起，伊用法语做例，甲大家讲学语言的过程，听无看无袂要紧，甲开喙讲才是上要紧的。若是讲头一摆来参加的人，应该会有淡薄困难。但是我感觉老师用足趣味的方式，互阮较简单去记，嘛袂感觉足无聊安尼。真正有意识来
讲对囡仔讲台语这件代志是最重要的。啊，不过这个意识的代志其实无遐尼简单，讲一摆两摆的活动都会当放入去每一个人的心肝内。其实即马上大的问题，可能是大家袂关心对囡仔讲台语的这件代志。老师指出，伊发现来上课囡仔其实拢听有台语，但是私底下生活语言也是华语为主，安尼就失去上自然学台语的环境。若正经要推广台语，大人一定要惯势对少年辈讲台语，才真正会当互台语有传承袂断根。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立陶宛保育人员今年3月时阵，伫海墘啊是去救着9只海豹，即嘛经过照顾呢，是要甲海豹放转去海里。也毋过嘛，因为这片海域这海豹主要的食物已经强要无啊，所以这挑战嘛是真济。 9只互母亲放杀伫立陶宛海边的海豹囝，互保育人员发现了后，带转机构。因欢喜的伫游泳池内耍水，有的是伫边仔晒日头。通常海豹妈妈会伫冰的顶悬生囝，而且伫海豹囝出世1个月长年了后，海豹妈妈就会开始互因学安怎伫海上找食甲生存。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冰山渐渐消失，互海豹妈妈生产的所在受到限制，甲其他海豹的生活圈愈来愈 造成每个海豹之間產生鬥爭，海豹媽媽也被年底家己都出事嘅囡仔所以棄用。 Nes tai, ką mes vadiname klimato kaita, ar ne, gamtos pokyčiais, ekologija labai veikia būtent ruoniukų atsiradimą pakrantėje. Tada būdavo per pavasarį 1 ruonis, 2 ruoniai, 3 ruoniai. Tačiau nuo kokių 2005 metų jų pradėjo tiesiog daugėti kartais 8. 保育人員講，若無及時將這個海豹囝帶轉去，因的存活率只剩5%。在這幾個月來，保育人員教因安怎家己生存，只是除了氣候變遷，波羅的海和歐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包圍，後者正做地球上污染上嚴重的海域之一。海豹的主要食物魚類也面臨滅絕的危機。 Baltijos jūroje daugiau kaip 80% žuvų resursų jau yra sunaikinta. Ruoniams nebėra ko maitinti。 海豹囝伫食齡期結束的時，體重大約36公斤左右，而且需要大約1年的時間，因才會發育完全，會當家己生活。保育專家講，一寡被野放的海豹囝原本體重只有12至15公斤左右，而且也個互海水上個花邊強迫無開。即馬活跳跳，所以選擇互因登記大自然生活。只是資源減少啊，海豹囝也愛繼續面臨食物消失的挑戰。公司新聞新樂報編譯。 今日下晡晡的天氣到底是如何呢？天氣報你知，帶大家做回來了解。北部地區30度到36度，中部地區是29度到35度，南部地區30度到39度。 東部地區是28度到33度，外島地區27度到32度。一個未來3天的氣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